你们看，我们锅儿买好多这个好吃的。好吃的。我柳味地黄酥。哦，跟着啊，你看我锅儿给下到我嘛。哎呀，给我做嘛。你家吃的哈。哦，你看我买好多。好吃好吃。这个很酥脆，真的好。哦，你们那像你舍不得，我们锅儿给舍得买嘛。好吃好吃。哎，你天来你吃就吃，一天来就是你们锅锅给你买的，你吃嘛。哎，不是我锅儿我买，还是你买的啥？这个配料表又干净，你们看嘛，这里面都是一些好东西。好东西。柳味地黄酥，可以，好吃。对啊。我哪个拿来混着？啊，你讲这个就是了嘛。这一包都没吃完，又开一包。啊，你拿点用嘛。好吃，再来个。这叫不好做。哎，这个早上加工你还下点牛奶，早上当早餐吃很安逸。呀，狗儿的又吃完了，又来个。好的东西要分享，分享。你干嘛？你把这个我做完嘛。我说啥？好吃，酥酥脆脆的吃了。这个好做，真的好做。就我来包的，不对。当然吃了。